785尺正複式，155萬，圍翻尺價千零蚊，供6000幾蚊。如果你想睇呢類型嘅唐樓舊時嘅，其實幾舒服嘅呢啲位置。如果你話自住就啱嘅。我哋今日睇呢一間非常之平，尺價2000蚊都唔使，1900幾蚊嘅啫。建築面積785尺。我哋先望一望正前方呢一度，4隻窗，保證光猛，保證通風。單位正複式，位置就係望下新益附近嘅唐樓，呢一區都比較少唐樓。我哋講緊供都係6000零蚊就供完啦，供16年嘅啫。望一望個廚房，廚房一樣有窗嘅。呢間屋係南北對樓。見到啲堂梯就知正複式，我而家上去樓上望一望先。呢間屋唯一嘅缺點就係要行上嚟5樓，亦都係個優點，光猛。2間房一樣大，適合啲後生過嚟買。我哋講緊租都要5、6千蚊，供都係6000零蚊，16年甩身，但係絕對啱用。房間嘅裝修需要自己再 design， 做唔新做過。經過呢度個洗手間可以望一望，廁所就夠大嘅。2間房無分大細，你揀邊間房都一樣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785尺正複式，155萬，圍翻尺價千零蚊，供6000幾蚊，揾到 Oscar 約睇，再見。